他小少妇说啊，你怎么知道我离婚了？我确实离婚4年了，你怎么知道的？哎呀，这就叫专业。跪求大老王大哥翻翻翻啊！尊敬的大老王你好，大老王哥你好，我来自山西，家里的陈醋好吃又有名啊，不知道您在国外还惦记中国的味道吗？如果可以给您寄一点陈醋，礼轻情意重啊，没必要啊。我们温哥华啥陈醋都有啊，你们吃不着的都有，因为它出口的啊，出口的这个品质很高，所以心领了，不需要啊。老王哥啊，我的人生前半生是 easy 模式啊，没有任何坏的经历啊，然后顺顺当当的考大学，然后家庭也很好啊，我还是个独生子女啊，总之呢就是一路顺风啊，结果呢就是身边人都很羡慕，想想呢，实际上是上天在给我警示啊，就是因为都那么顺呢，是不是会遇到大的不顺呢？啊，然后呢就其实上天给了我警示，我没有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太顺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结婚的时候啊，我这个男朋友啊，他妈的其实有点不顺啊，但是我当时因为太顺了，我就飘了啊，没注意上天垂象，结果婚姻5年后只能离婚了。还和我父母发生了非常激烈的矛盾，给父母带去了非常大的伤害啊！我估摸听这个意思是打离婚了啊。然后呢，其实离婚前1年，我坚决就是决定离婚了啊。那么，但是如果对方没有过激行为，其实可以凑合的。但是对方啊，就是男方啊，出现了过激的行为，所以呢，事情没有转圜余地了。总之啊，除了对方的不好行为以外，我感觉是上天让我走出来，像婚前警示一样，如果我不抓住，还会陷在婚姻深渊之中。哎，是的，你说的对啊，该离就离。我能感受到这件事之后，我的气运有了变化啊，那倒不一定是这个事情啊，就是任何人都是10年一运，10年一运啊，有的那个频率高的7年一换运啊，大部分人10年一换运，所以就是哪有一直顺的呢？所以可能听起来是个小事儿，但是在我这中规中矩的顺利人生中啊，算了不得的大事啊，因为离婚了嘛啊，我的状态离婚之后一直很差，气血不足，无精打采，免疫力低，爱生病，很糟糕。我开始保养自己，开始运动，靠养花来恢复自己的气运。中间迷茫之际也算过命，包括出马仙和看命盘的，这些人都告诉我还有缘啊，以后会走上告诉我有缘分，以后会走上给人看事儿的命盘。我也没有不信，因为确实从小我身边总有声音告诉我怎样怎样然后巴拉巴拉的。总之呢，我自身积蓄不多能力也不算太强，最多是在自身专业领域里算是有资历的人。在以前没想过什么改变，觉得自己就是按部就班的人生会活得精彩的那一类人如今因为身边的朋友，也因为大环境的改变我想移民去国外，但是自身就没有学习基础然后呢，对方向很迷茫。后来找过一个道士，说希望很大，甚至将移民的年份都说了出来，但我心存疑虑。可能因为在我心目中您是最权威的，离婚了好像人生开启了第2次重启，选择一下变得很多，我不想浪费时间，却也不想空焦虑，望您在百忙之中抽空看一眼我的命盘未来的走向、事业、婚姻以及能否移民。我看了看你的这个命盘你还真有那个玄学这个叫什么天才你有这个玄学天才。但是呢，第一呢我不愿意给你看，你放心你不是要死的人。为什么呢？我认为你不需要看90后的92年的，你着急什么呀？你不就离了个婚吗？还92年的没结婚的都大把的。所以呢，这个事儿不是个事儿人生完全可以重启。第二呢，离婚之后的女人一般的状态都会保养自己离婚之前柴米油盐满头烟火气也不洗脸，也不盘头也不健身，也不收肚子。离了婚之后就是开始练健身、有氧、瑜伽、减肥按着他们的健康食谱吃饭，也开始做头发了也开始穿高跟鞋了把肚子收起来了。这个女生一下就有了精气神我身边就有这样很多例子，文化好，离婚率好高嘛。然后前2天呢，教皇牛老牌呢带着一个女孩带着一个女士小少妇跟我吃饭，就是今儿她没来教皇牛老牌。那个小少妇应该不是我的粉丝所以
牛老牌带过来的。然后小少妇吃饭就开始跟我聊，说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就一打，我说你离婚几年了？这小少妇说啊，你怎么知道我离婚了？我确实离婚4年了，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对不起，我是专业人士呐，这就叫专业。他以为我是他妈半人半神啊，其实不是。为什么呢？一个40岁的女生已经40岁了，还能有光彩照人的一面的话还有明艳照人，她一定是离婚了为什么？老王为什么？因为有孩子的这个40岁以上的女士，基本上那个腰往那脸蛋子基本上往下嘟噜腰那肯定是米其林形状的。他那个小腰收到小蛮腰的状态，那就一定是离婚了因为什么？这个需要很克制自己，要有压力，要有动力才能。因为你不是年轻你生孩子之前，你10几20岁的时候，你吃什么都不胖，到30岁以后、40岁以后，你吃什么都他妈消化不下去。那生活条件又好收入又不低，那你肯定就是胡吃海塞的。你就结了婚以后还有孩子嘛，给孩子做，这就是借口孩子吃好点，所以那孩子不吃都是自己吃的所以你看着一个小少妇40岁以上的这种，或者40岁左右的，本来他妈是这个灰头土脸的，忽然变得我操，令人眼前一亮不用说离婚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省了点那钱吧那个另外你现在500块钱什么1000块钱别给我打了人民币也别给我打了。为什么？我没时间，就这么屌。不是说我的命数就值钱没有5000人民币，没有什么的我都不看没有1000美金我不看。为什么？不是我这么值钱，我实话实说没有这么值钱，是我这么值钱，是我的时间这么值钱，明白吧？就是因为我现在你看看，大家能想象到我现在人生状态，我操，我怎么可能一天看10个8个的？